物流係香港傳統4大行業之一，為今日香港嘅繁榮打下重要嘅基石。今日有請林道夫博士 Samson 同我哋探討一下。各位僱主僱員朋友好，我係 Dr. Lam Levine 人力資源嘅 CEO。今日咧，我哋咧開始同大家介紹關於物流呢個行業。由20年代去到60年代，我哋對物流業嘅印象可能就係碼頭咕喱。到全盛時期嘅10年代，成為咗全世界最繁忙嘅貨櫃港。再到疫情有所回落，要了解呢個行業，就需要知道佢嘅變化同埋今時今日佢嘅運作模式。過去嚟講咧，我哋有一個印象，好似係貨櫃、貨倉，甚至係工廠出入口，呢個係實物流啦，係需要呢個供應鏈裏邊嗰啲參與嘅成員係需要去完成呢個物流嘅服務嘅。現代嚟講咧，科技進步，尤其是出現咗人工智能嘅支援。第一個咧就係資訊流，譬如話啲條碼追蹤啊，嗰啲倉位預訂系統啊，嗰啲供應系統呢啲咧，全部而家都係用一個電腦控制。咁呢方面咧係一個新嘅操作模式。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就叫資金流，就係呢個其實喺世界都係非常之多嘅、非常之大宗嘅一個經濟活動。咁所以咧，嗰啲運費計算啊、收貨款啊、供應金融啊、貸款啊、出信用狀呢啲咧，其實都係物流行業裏邊嘅其中一個服務之一嘅。科技發展咗啦，所以好多嘢嘅力啊，就唔係用人力啦喎，而家用機械力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個人口嚟講就相對較少，但係嗰個操作嗰個量其實比以前多。物流呢一樣嘢，其實而家概念係擴闊咗嘅，即係話如果係想加入一個行業咧，基本上唔係話單止想像就話頭先講喺實物流嘅層面嘅。實物流層面就係講緊係一個運輸啊，講緊碼頭啊、倉庫啊呢啲咧，其實現代人會參與嘅情況係比較相對反而少咗。原因因為機械化，即係話由嗰個貨櫃嚟到碼頭去到上船，其實好多時都用機器。所以現代嘅朋友想參加呢個行業咧，反為着眼頭先就係資訊流同埋資金流啊，即係話喺嗰個電子系統裏邊點樣操作啊，點樣安排啊，點樣設計啊，點樣去評核啊，去保安啊呢啲啊，同埋資金啊，即係安排資金啊，去做啲嘅貨櫃啊，去做啲訂船啊、交付款啊，或者係銀行做安排啲融資等等咧，呢方面咧係比較多啲機會參與咯。咁Levine咧，佢好多年前咧，其實佢哋嗰個原創股東啊，咁其實咧佢哋本身係做貿易嘅，咁所以對呢方面咧有個淵源喺度啦。咁但係咧佢哋其中一個客戶群咧係同物流呢方面比較有關係嘅，尤其是做採購。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佢哋請嘅人才啦，咁其實咧就比較純熟啲。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會了解多啲行業咧，係關於佢哋嘅工作機會啊等等咧，咁咧非常之歡迎大家咧去用我哋嘅 QR Code 上公司嗰個網站係睇相關資料啦。多謝大家，下次我哋再傾其他題目。